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3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有关蔡英文博士学位的记录，今仔日总统府也提出原版的博士论文来证明，卢秀莲说认为伤晚提出来。NGO 工作者李明德去中国抓起来，也因为因老爸在顶个月过往，因太太愿去中国做任职，害李明德倒来甲因巴送。面对少子化的问题，教育部也开放大学会当科系来停止招生，无符合产业需求会当增加毕业科系。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到总统蔡英文博士学位的问题。为着要证明总统蔡英文博士学位是真正的，总统府在今仔日提出蔡英文伫咧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论文原稿，强调讲放在伦敦的论文有欠落页，是因为影印的时阵漏交去，当年是用拍字机完成排版的。蔡总统也强调讲，为着要鼓励学术研究，也决定要授权国家图书馆将论文来公开。不过，前陆副总统虽然认为讲总统府伤晚提出来。总统民调持续大幅领先，对选情有没有信心？面对媒体民调大幅度领先，国民党对手韩国瑜，总统蔡英文面带笑容，暗过问到博士论文的争议，真紧就离开。蔡总统博士论文的争议拖真久，为着要释疑，总统府23大动作举行记者会，提出蔡总统伫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论文原稿。原稿为什么会没有装订呢？很简单，因为当年只能用影印的，所以你如果第一本把它装订了，你后面还要再拆开来影印，事实上是有困难，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储存的这个设备。35当前的博士论文原稿，府方就爱搁挂白手套啊，真细致甲掀开。总统府强调，外界质疑的原始论文有欠落页，是因为翻印疏漏，伫咧其他翻印本会当看到完整的页数，并无问题。所以你用36年后的现在来推论36年前，那当然很多逻辑上面的谬误。蔡总统的论文写作期间是从1981年到1983年之间，当年的确是一页一页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发言前，阁解释讲，蔡总统的论文是当场考试通过，教授无要求修改，而且考试委员无需要签名，阁再加上当年无电脑档案，所以手工修改真正常。府方嘛强调，蔡总统的学位证书影本伫咧正大教育部伦敦大学拢有保存。为着要鼓励国务法的研究，蔡总统决定授权国家图书馆将论文公开。那为什么今天拿出来？为什么不是上个月拿出来啊？所以将来还要应验很多国家的变局啊。这个处事就要明快一点，所以如果他今天拿出来经得起检验的话，我们就给他肯定。对蔡总统总算公布论文，前副总统卢秀莲希望蔡总统有这个经验，未来处理国家大事、危机处理都爱明快。前大法官刘铁晶前几天发出亲笔批，强调要和蔡总统面谈，检视过伊的证书和论文，再聘请伊认假、该收听。但是卢秀莲认为，论文伫公布了后，唔相信的人嘛是会继续检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市长韩国瑜任内头一份的年度预算书出来啊，韩国瑜今仔日也到市议会来说明，讲明年预算的收入会增加133亿，借钱会少64亿，比107年减少1亿。不过，民进党也攻击韩国瑜讲，中央在明年其实有另外补助100亿，韩国瑜说无来说明用途，但都是共款借钱卖地，根本无互高雄大发财。真侪高雄市国民党甲民进党的市议员互相呛声，互说明会无法度来进行。高雄市长韩国瑜早起原本去议会，要说明就任了后第一份家己团队编的年度总预算，啊，毋过真侪内容却有民进党议员来质疑，引起国民党议员不满。新兴的计划少之又少，除了青年局，除了所谓的珍珠计划等等的这一些，到底哪一些是不是是符合韩市长您所说的这一些跟市民的这些承诺？
民进党议员质疑中央明年加补助100亿给高雄，啊，毋过市政府嘛是负债64亿，敢若比108年减1亿，甲选举进前讲要降低负债是完全无共款，而且提出来证件拢无做甲到，包括选举进前捌讲过要拆太平岛的石油，用石油来替高雄甲负债还了。挖石油的预算你编在哪里？高议员，你今天把这个话讲清楚，谁说挖石油的？谁说的？挖石油？您自己的竞选政见，我证人有白纸黑字出来。挖石油，您讲过的话，那时间到了哈。议员指出，韩国瑜落尾嘛是干那会当卖地负债，而且搁爱靠中央才会当增加收入，要求韩国瑜对中央卡函当局执政不利等等的讲法回失的。议会这个预算的这个意见交换会议，结果变成质询，好像感觉上这个气氛有一点中间一度剑拔弩张。反正我们市府团队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我想大家都有一点点错愕。韩国瑜强调，讲明年是这几年高雄负债上少的一档，差不多各局处的预算拢减要3%，用来加强路边、防大水、清理就业，啊，个社福照顾。啊，毋过这部甲加强建设，互高雄的财政模力小，不离个嘛继续拍拼来面对，啊，个有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日前讲到，第三势力所犯的错误，就是伫统一独立的问题顶头，甲别人竞争。时代力量也甲呛讲，郭文哲若是继续闪避国家主权的问题，会互民众党变作是失禁的政党。郭文哲在透早也回击讲，军不需要义和团。另外，过挂王美合作的问题，大家也真关心。王金平今仔日也讲，会争取亲民党的推荐来选。身兼台湾民众党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郭文哲，礼拜公布头一波立委提名名单，佮批评第三势力所犯的错误，是伫咧统独的主体和人竞争。时代力量批评郭文哲回避国家主权立场，民众党会变成失禁的政党。郭文哲再度倡导长期，讲台湾无需要义和团。台湾的主体性，台湾的优先性，我们是哪个地方没有做到？我说奇怪，这个所以常常是这样的啊。我们需要的是明治维新的，不是义和团的。若是时代力量无法度接受两间一家亲的论述，郭文哲表示，两间一家亲无牵涉政治，是伫咧中美对抗的局面之下，思考台湾的定位问题。另外，纾困案，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早起无去地欢迎做纾困案的报告，嘛，互郭文哲提出来讲。依法它不需要备选嘛 ，yes or no 嘛，要不然它就变大号的吴音玲了。郭文哲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的过挂王吉明，伫咧郭台铭要参加联署了后，一直强调参选到底的王金平，拜伊阁透露会拍拼争取亲民党推荐参选总统。任何可能都还继续存在嘛，看怎么努力嘛，看大家心境上怎么样一个转换嘛，你可以做这么解读嘛，或者你怎么去达到参选的一个结果呢？民众党22公布头一波立委名单，互人批评讲无特色，恐惊一时都选袂掉。郭文哲认为，人因为有梦想才伟大。2014年参选市长的时，嘛互人讲选袂掉，但是伊的目标是要互台湾更加好。若是全面执政，国家烂，嘛无啥路用。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伫咧一礼拜内失去2个南太平洋的邦交国，不过伫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开始进前，澳洲驻台办事处发表声明，强调讲台湾 can help， 台湾会使提升本区域甲全球的医疗卫生安全，表达要挺台湾。专家也分析讲，面对中国势力一直摊开，澳洲表态挺台湾，目标拢是要防止中国的势力继续入去南太平洋。国旗慢慢降落来，咱自吉里巴斯大使馆举行闭馆降旗仪式，气氛真庄严。咱国家吉里巴斯16年的邦谊停止，不过联合国大会总辩论进前，澳洲驻台办事处23发出中英文声明，强调台湾应协助提升本区域甲全球的医疗卫生安全，其中用了台湾应当3公这字句，甲外交部推动国际参与口号同款表达支持。学者分析，近年来美国、澳洲协助咱方抢顾南太平洋友邦，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中国插旗。台湾目前在整个南太平洋的邦交国的一个挫折，那其实它是一个所谓的美中代理人的战争。当它进入这个
突破第一岛链进入第二岛链，跟这个国家建交的时候，那换言之，后续的政治战略跟军事的一个关系会进来。中国继续锁定南太区域，要落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太平洋有够大第一路中美的信息。而中国在2003年甲吉里巴斯断交进程，捌伫当地建造太空监测站。专家分析，南太是中国想要发展航太科技的重要区域，就此真查美国甲澳洲这国家为此之信，监测站可望重新运作。它就能够对于在低纬度上空通过的绝大多数的卫星进行一个监测的效果，那基本上它就可以去掌控比如说从夏威夷到澳洲这一条航道上的一些动态，甚至于在北方关岛附近军事活动的一些动态。因为美国有意在第一岛链盟国部署中程导弹，学者认为中国想要伫美军关岛基地后壁的南太部署军力，把兵力推到第二岛链，牵制美军在亚太布局。中美霸权互相比较，台湾安怎找出出路，将是战略关键。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情形。有一寡示威者昨暗伫旺角的警署外口放火，佮破坏香港地铁设施，警方也甲民众发生冲突。另外，有风声讲，在10月初1，中国国庆，中共政府敢有列作镇压的最后期限呢？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廖兆嘉也认为讲机会无讲介大，因为也是中国希望讲香港政府会当自主管理。香港太子道西十字路口庆祝乌烟，消防员随赶去现场拍火。23礼拜的香港街路真无平静，尤其暗时10点，反送中示威者伫咧旺角警署外口设路上搁放火。港铁太子站和旺角站宣布暂时关起来，防暴警察嘛随展开驱离行动。抓人的期间，有民众被制服伫裤骹，港警甚至讲用胡椒喷雾向准记者实施无差别攻击，场面真乱。要你杀人哦！要你做菜吧！大家水滚滚。经过一暝激烈的冲突，港铁各线今仔日恢复正常营运。不过沙田站的设施毁损了真严重，部分闸门无正常。港铁是紧修好，各严厉谴责示威人士。但是有民众表示，港府无要回应5大诉求，抗争行动升级是預料中嘅代志。我覺得係政府有啲唔合理嘅情況發生咗，一啲適當嘅一啲爭執係會發生咯，係咁一直係咁拖喺度迴避啦。咁而家都成3個月啦，咁好明顯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存在緊。反送中抗爭也未休，23伫石龍塘的中學生發起連儂牆活動，要求港府正視5大訴求。但是外界不斷傳出10月初1的中國國慶有可能是中國設下反送中運動死線。專家是認為，除非去達到國家主權的紅線，若無機會無介大。從來未聽過11死線呢回事喎。事實上咧，你要應對社會行動咧，就要考慮埋內外嘅複雜因素咧。定死線咧係冇乜大意思嘅。即係除非咧。你想用一個強大嘅暴力嚟到去將嗰啲香港嘅暴力鎮壓住。之前有部分示威者伫咧抗爭的期間，唔拿打個毀損國旗，引起前香港特首梁振英批評，個宣賞侮辱國徽的人士，強調只要舉報，不管是事前事後，攏總有賞。反送中運動到今已經超過3個月，一直到目前，港警已經抓1556個人，年紀上細漢的敢若12歲。不過群眾抗爭腳步並無停落來，10月初1已經有香港人計劃發起港島遊行，當拍算甲警方申請無反對通知書。記者綜合報道。在高雄二修大學有一名香港學生，因為伫咧宿舍的房間門卡口搭到反送中的宣傳品，互中國學生干罵，甚至改車按棍仔。香港學生今仔日批評學校攏無咧處理，故在這個中國學生住在伊的房間附近，伊是驚甲唔敢家己出門。學校也表示講，這個中國學生已經悔改啊，也問伊敢有意願來換房間。伫房間門口搭真濟紙條啊，而且佫寫真大字的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讀高雄義修大學香港籍學生，因為進前佇宿舍搭即掛字，這個月13叫隔壁房間的3個中國學生來找麻煩，落尾唔拿去互罵，佫去互電阿媽滾。他一步一步的逼來嘛，我就壓開他們，然後他就說我推他了，然後他就一手插住我的脖子，然後我的後腦就撞到我的門口。他就也是就很囂張的說了幾句，然後他看到我們就
拿水泼我们。受害香港学生强调讲，若迄当阵受到暴力，落尾拄到对方搁去互霸凌，报警查了后，中国学生虽然伫派出所甲因会识咧，双方嘛初步达成和解。毋过香港学生到今搁毋敢家己出门，还有大翻送中漂语，而且搁出面讲学校无任何改善甲保护因的做法，而且教官搁爱因莫找媒体来投诉。很危险，如果继续住在同一个城，但是他们没有回应，只说，如果真的要的话，可以我们搬走。当事人的同意之下，我们才会去调整学生的宿舍。那我们学校部分是不会强迫学生是要去被动的调整宿舍。学校表示会搁来问中国学生敢是愿意换宿舍。最近中天委员会嘛会讨论中国学生的处罚，毋过香港学生认为宿舍的走廊应该嘛会到监视器，避免香港学生搁受到威胁，嘛互因会当享受台湾的言论自由。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翁仔某就爱共心共命。台湾 NGO 的工作者李明哲和中国抓起来啊！李明哲的家后李静茹今仔日坐飞机去中国，拍算要甲李明哲讲伊的老爸在顶个月往生的消息。李静茹也发出声明，希望中国会当同意因翁返来台湾，甲伊的老爸送上山头。李静茹也愿意留伫中国做人质，甲李明哲交换。和中国关押到即阵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家后李静茹，进前向陆委会发文，希望因得到协助，向中国赤山家校申请李明哲回台奔送，因为李明哲老爸在8月17过身。陆委会已经在第一时间透过既有的联系管道向陆方提出，我们要求陆方协调有关部门落实保障李明哲先生及其家属应有的权益。本会呼吁陆方应该要积极重视，尽速回应家属的诉求。李明哲是在2017年3月入境中国了后被失踪，中国证实因为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抓，后来在9月公开受审被认罪，被判刑5年。即阵也伫关押中。李的家后李静茹甲李明哲的老母在下晡3点外坐飞机到大陆。出发进前，伊发出声明讲，捌提出一份申请书，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允准李明哲返来台湾参加丧事。因保证李明哲返来台湾祭拜老爸了后，绝对会勇敢，搁再去中国复原其他的刑期。若是中国不爱相信，愿意在李明哲返来台湾参加丧事期间留伫中国大陆做人质。对此，人权团体也提出呼吁，希望中国政府依据法令甲惯例，应回返来。不管今天我们不去讨论到底所谓的言论自由、网络上言论自由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犯罪行为，但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些人道的处理跟考量了。那这个其实在联合国或者说一些对于监狱的囚犯的一些最低标准、曼德拉原则里面也都有相关的一些规范。临海基会发出新闻稿讲，希望大陆海协会基于人道加亲情的考虑，应同意李明哲返来台湾参加丧事。即阵也已经派人陪同协助李静茹。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一开始咱来关心到劳工的权益。桃园客运和内部员工检举，讲伫咧桃园站内有打广告，写着因为工课真济真严，10月份的假上济敢若会当放3天。工会执期讲是违反劳基法，不过桃园客运也出面来驳回，讲10月只是减少家己会当排班的数量，1个月也是有休9天。不过工会也打算要来发动劳检。桃园客运进行内部打广告，因为10月份有龙坡甲总会客务真济，且大家都爱体谅。10月份的假基本上以3天为限，上济包括2天假日。按个广告甲大跌部分车站，真济司机人员更唔知影讲措施。无叫出失去呢？他的意思可能是10月份吧。那你们觉得会共体时间还是怎么？应该是。看他个人的啦，看个人哦。个人3天是真的有点少了，而且大部分有的开车的年纪，有的年纪蛮对，还是安全第一啦。同客运出面澄清，公司是7休夜轮休制度，逐个月假有一半予司机家己排班，另外一半由公司安排。10月份开始减少家己排班的数量，1个月休困也是有9天。不过因为司机人员欠人，确实有加班的状况。它是总天数一定是完全符合相关的一个劳基法的规范，还是有9天的权利。那有可能需要出来加班，那就变成说就是给他加班费。他有一点变成强迫司机要按照公司的方式这样子走，不然都是他们在排啊。司机有一些也有想要拒绝啊。
工会表示，通客运登记欠人，过去就欠加班费记录。工会伫这个月17日，即向地方政府送追讨加班费调解案，会收集司机人员10月份的上班状况。若是讲有违法情形，会向劳动机关举发。记者综合报道。西子山一个货轮激顺轮19伫北海岸富贵甲外海，因为故障，规只船仔来摊起。虽然船顶13名缅甸籍的船员拢有救起来，却因为船长伤欠天，无甲船仔的主机拐起来，也互这只货轮一流漂流到新竹。也真好佳在海巡署的舰队拢有伫咧看头看尾，伫昨下晡已经成功将船仔拖入到高雄港啊。画面上，这台货轮船身起起，伫咧海面浮浮沉沉，船顶煞一个人拢无。这只西亚山级的货轮吉顺轮，19因为机械故障，船顶13名缅甸籍的船员全部向救出来。也毋过，船长伫咧离开进前，却无甲主机关掉，造成这只船一直往东边来行。幽灵货轮一路为富贵甲外海海到新竹，一直都是因为海象不佳，没办法进行拖带作业。那一直到21号的下午飘到本队的辖区波多渔港外海3海里左右海象许可的时候，本队派出商务摆动艇到现场借护配合冠军轮释放小艇进行拖带作业顺利将缆绳带上，然后持续的往南拖到高雄港。为着避免发生海上船只烧龙的意外，吉顺轮甲花船伫咧新竹外海汇合了后，由海巡署舰队分输南界后160海里。伫咧22下晡来到高雄港，这座任务总共调派2男7艇113人执行。为什么无爱甲吉顺轮的主机关掉？船长讲是为着避免船仔变去，才伫离开的时阵无甲主机关掉。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反映讲，台中的车路若是过一个路头，路顶面的线就对无准。为着要开伫这个线内面，车若烧线顶动，无及时来拍方向灯，就变做任意变换车道，就爱食罚单。有民众就安尼罚900块，伊讲伊真唔甘愿。车原本开伫外线，来到路口变做3线道。这时阵若是继续直行的车会对外线变做开伫内线车道。这当时若是不拍方向灯，就可能会食到一张任意变换车道的罚单咯。正常行驶开在中线车道，我不偏左也不偏右。说没有打方向灯，要打方向灯请问你，我到底要打左边还是要打右边？罚单顶面写着变换车道无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罚900，开车人感觉无合理。因过警方讲，地面漂线是依照道路状况所画，一旦开车时阵有跨越漂线行为，依法也是必须拍方向灯来警示。台中市有几内路段拢出现内线直行变外线，发生真危险的情形。台中市警察局讲，主要是依照画线标准所画线的，才发生这种状况。你是直行车的话，你会打方向灯吗？我这样我不会啊，因为我没有要变换车道啊。因为我直走啊，为什么要打向灯？是不合理啊！到了这个路口，它有多一个左转弯的专用车道的时候，那它可能会在这边会画设一个向右偏转的一个标线。那所以说，车辆它行驶到这个接近路口的时候，它如果直行，它变成说它会去压缩到那个内侧车道车辆行驶的一个动线。警方也知影讲开车人的这种情形，不过依法只好开单。台中市交通局讲，漂线画设标准是公路局的权限，有当时因为路幅大小变化，直直的马路过一个路口，漂线路差半个车道的状况。除了提醒用路人变换车道必须要拍灯，也尽量在法规甲现实情况的调整，减少车道偏移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台湾的农村流行部落体检，不过受到观光法规的限制，袂使提供亲像这的大的规套的行程。交通部观光局也特别公告，为着要鼓励这少年人投入旅行业来创业，放宽一种旅行社的资本价，对300万是降到120万。观光客骑着脚踏车慢慢来看风景，体验家己用刀仔来写甘蔗。近年来，台湾流行农村部落体验小旅行，不过因为法定观光条例规定，要有旅行社营业证照，才法度提供真大包车套装的行程。为了鼓励青年投入旅行业，交通部观光局公告旅行业管理规则修正条例，降低以上的旅行社的限制，对300万降到120万块。一个青创的青年，
要有120万是不容易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还要你有先行的动作。比如我们说，你有办公室一个处所，就是我们说的款贷款的方式。那其实我们觉得就只会压力越来越大。路亚在地青年讲，青年创业初期排袂少贷款，提出120万，永远是袂少数目。即阵旅行社分做3种，综合旅行社上计资本3000万，家众旅行社600万，综合甲家众旅行社营办国内外旅行业务，以种旅行社敢若限定办国内旅游。收发了后，以种旅行社降低到120万，也开放业者应提供有合法居留证外籍人士伫台湾的旅游服务。年轻人在地方做这种地区小旅行的服务，他并不是要跟这些传统旅游业者去抢市场，因为根本就是不同的需求。国际旅客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所以即便你是成立乙种旅行社，你也没有办法去承接这1000万国外旅客的生意。有业者讲，政府鼓励青年回乡推广在地文化，社区体验活动也是甲一般旅行业定位无同。建议学日本新增加区域型旅行，提供客观依据降低限制，满足小旅游的体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好真。今年第17号风台塔巴这2天吞打到日本九州加沖縄，连带南韩的济州岛、釜山地区拢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这2个国家死伤人数加起来恐惊超过60人。目前，当咧美国纽约举行第74届联合国大会，特别在23这天召开了气候行动特别峰会，要来讨论安怎面对气候变迁的问题。世界气象组织 WMO 也公布一份上新的报告，讲最近5年来是有史以来上介热。联合国旗下的世界气象组织 WMO 日公布的报告讲，自1850年以来，全球气温升高摄氏1.1度，2011年到2015年之间是升高摄氏0.2度，主要是因为碳的排放量增加上紧的结果。2015年到2019年之间的碳排量是比顶一个5增加20%。互咱更加烦恼的数据是海平面升高的速度。1993年到今，每年的平均升高速度是3.2毫米，但是自2014年5月到2019年，每一年平均升高5毫米；2007年到2016年这10冬，每年平均升高4毫米。The one take-home message is that the global emissions of carbon dioxide for 2018 appear to have gone up about 2.1%. So it's the largest increase we've seen in more than 5 years. And 2019 is on track to rise further as the global economy grows. Emissions are up a couple of perc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6 or 8% in India, where per capita emissions are far lower than they ar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第74届联合国大会23会召开气候行动特别峰会，就要怎因应气候变迁提出具体方案。为着要向议会真言施压，全球185个国家400万人，顶礼拜5行就街路示威，规模创下史上上大的。2月伫咧联合国青年气候峰会和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谈的时阵，瑞典对抗气候变迁的青年领袖格瑞塔桑伯格强调讲，这项运动是无法度动的。Yesterday. Millions of people across the globe marched and demanded real climate action,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We showed that we are united and that we, young people, are unstoppable. 23个峰会会有60个国家的领袖出席，参像中国、印度、法国和英国。古特雷斯会对议会代表提出4点的要求，分别是伫2050年进前达到碳中和，也就是净排碳量是0，减少石化燃料补贴，征收碳税，和2010年了后不再新增加火力发电。因为煤炭的问题，澳洲总理莫瑞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拢无受到演讲的邀请，原因就是英国伫咧兴建烧炭的发电厂，美国、巴西和沙特阿拉伯是因为批评，也是提出气候协议，同款被排除在外。记者综合报道。南韩新的法务部长泽国自奉提名到就任，就一直奉伊高官，讲到伊家族啊投资是私募基金，讲到伊的查某囝要读大学，就爱靠人安排，拢引起真大争议。但韩检方在23透早也强行走到因兜进行搜查。
人当咧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埃及总统西西，因国内所有几落百个少年家上街头来示威，要求总统爱落台。不过，因的国家捌通过禁止民众集会示威的法令，也因为安尼，有74个人被抓起来。抗议民众伫开罗解放广场大声喊讲，阮袂离开，赛事必须落台。有人伫遐喊口号，有人伫遐乒乒叫，发出真大声音。交通龙去互踢掉咧。埃及安全部队甲警方对示威者发射催泪弹，有真侪人去互抓起来。这个抗议行动是流亡西班牙埃及企业家阿里号掉的。An Egyptian businessman in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called Muhammad Ali that accused the army of corruption and monopolizing the whole sector to do huge benefits for the army, but also for President Sisi. Although he did not give any proof of what those allegations. 因为呢，食饱的20通会少年人伫9月20暗时看一场骹球比赛了后，转来去街路抗议，真善者生活，互因感觉真失望。赛事政府伫2016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120亿美金来渡过难关。伫真严格的财政准则政策之下，国家真善者嘛真艰苦。根据埃及政府7月份的资料，平均每3个人就一个人真善者，一天的生活费无到1.4美金，差不多是新台币45块。They are very tolerant and that they are trying to reach a sort of democratic state. The problem for the government is that it may spiral slowly but be out of control. And there is another important thing for the government is how the investors will view those events in Egypt. 目前在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埃及总统赛事，反驳贪污的指控，而且讲阿里乌白讲话。2013年赛事推翻第一届民选总统莫尔西政府，透过法令禁止民众集会示威。这个抗议行动无经过核准，不过对首都开罗到亚历山大港、苏伊士等等的大城市，拢有人上街路，算是真罕哩快。记者综合报道。咱接落来关心到教育的问题，因为囝生少，台湾的大学伫咧109学年度可能会减少24000名的学生，也因为要互学校有抽屉空间，教育部也开始会当互系所来申请停止招生，有偌济学校会来申请咧？教育部打算伫10月时阵会来公告。大间学校拢真表示，杀高价奖学金甲各种特别活动来招生，因为招价化的关系，当年大一申请的人数一直降低。初步估计109学年会减少24000多人，互国大专以后大家拢真紧张。有真侪学校应变招生的状况，做出系数调整、停招、裁撤等等无同的方式。配合台湾产业转型的话，那学校需要储备对应的人才。有些硕士班和博士班，它的招生情况不是那么理想的话，那学生就读意愿也不高的话，那我们就把它转型到学生就读意愿比较高，然后产业也有需要的这样一个领域来。学校是在做不断的一个调整跟改善。过去呢，有一些系所分太细的，虽然进入这个系，但是你要专注于哪些学习，可是这个可以进来再做选择。用交通大学来做基例，考虑到学生就业等等的问题，109学年停招2个学位学程。阳明大学药理学科技研究所硕士班是原本的分组伤幼路，所以停招2组了后，下组合并，目的就是想要让学生眼界更较宽，有更较侪选择。教育部统计，7月份核定的109学年停招在册的系数总共105案，其中57案停招，48案裁撤。为着要让学校有更较侪招生的压缩比，今年佫新增加即时申请系数停招的做法。假设今年108已经知道招生状况不如预期，那他们就必须要等到110学年度才可以来调整。去年修订总量标准的时候，如果你完成自己校内审定核定程序，来得及9月20号报部来申请，那我们会接受这个部分的受理。这个新的措施是因为目前有一间学校2个研究所所提出申请。教育部指出，系数增加停招都是大学自主权利，学校伫规划阶段就要甲师生来沟通，完成校内定数了，才会当向教育部来申请。是109年确定的系数停招在摕的相关数据，差不多伫10月份的统计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少子化这个问题，每一间大学拢真认真的看待，也进行系数的调整。除了停止招生以外，也有学校因为这个产业的需求，决定要来增加科系。
学生体验多观察、参与活动，了解民众和物业的实施内容。南华大学生死学系硕士班和学士班2年来用要当班招，注册率拢超过90%，甚至讲实施的期间有半数学生互人自分毕业了后上班，考虑到相关领域的人才甲师资的需求，109学年会增设博士班。毕业后马上要给他们聘任的几乎超过50%以上，因为全国非常需要这方面的身心灵疗愈的专家，还有教学的师资。教育部核准我们设立生死学的博士班，明年第1年他设立博士班3位。除了生死学系等热门系数之外，南华大学有部分系数会进行减招，有了明年度专校会减70外个名额，这拢是受到少子化影响。各大专校院拢开始进行系数的调整，有的停招裁撤，嘛因应未来产业需求增设系数。亲像中华大学都要设立应用外语和智慧商务学士学位学程。主要是日本学生呢来我们中华大学以全英语的方式呢来学习 AI 以及资讯能力，看好呢未来AI 的发展的趋势，好，然后以及跨领域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学习。要培养 AI 和资讯能力的人才，中华大学指出，学校阁爱整并科技管理相关的学系，希望新的课程模组会当让学生下领域学习，培养竞争力。少子化的影响，学校这边要安怎兼顾现有系数的经营，并且呼应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才会当伫咧这波冲击当中徛在脚步。每一间学校拢得爱专业去拼。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财委会在今日邀请财政部、国安局、交通部甲金管会各部会的相关首长，针对着走私分的案件进行专案报告。这个走私分的案件是用录卡的方式，先来付大条钱。金管会主委顾立雄也表示讲，经过调查，拢有符合相关的规定。财政部也针对着2017年到2019年花航空图管理部拖动的部分罚75万。不过，顶当时把这件代志压出来，立委黄国昌也质疑总统府一开始就咧发假消息。今年7月份，总统专机爆出违法走私粉品的案件，引起各界关心。当初是表私分案的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是碰叫，针对总统府第一时间否认有私分都专机运落来，以及其总统府的发言人为着要转话题，唔拿讲白菜，搁发假消息。私烟有没有从总统专机上面搬下来的？有还是没有？预购了9200条是即便交易，另外有597条按照检方扣押了，它的确是从飞机上下来的。7997条有500多条就是从飞机上运下来的，要不要道歉？我这部分是因为我不太清楚，之前我原令。好，没有关系，请你带回去给总统府的发言人。总统府副秘书长施克豪承认，确实有597条分是对总统的专机砸落来的，而且针对外界质疑国安局人员吴宗宪透过以付钱的方式，使用玉山银行信用卡入卡600多万来付分的钱，敢是有洗钱的记录。金管会主委郭立雄表示，经过调查了后，目前都符合相关的规定。我们经查，他们有符合相关规定啊。针对私分案，财政部已经对华盛空图管理无好来处罚75万。另外，总统府侍卫长、国安局长嘛请示落台。不过，同款嘛是互外界质疑，交通部的处罚是轻轻就准过。原本去互邀请去立法院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早起是请假无出席，嘛引起内亚立委不满。我在这边严厉的谴责陈菊秘书长，他也不注重法纪，也不接受人民的监督。对这个代志，总统府表示，依宪法征收条文规定，总统府秘书长除了立法院审查府预算，还有审查府主管法案时阵需要列席备询以外，无接受立法院邀请进行报告，是符合宪法规定，还有宪政惯例。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日初审通过新式战机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但向美国买66台 F-16B 的战机有法源依据啊。不过，为什么是买 F-16B 不是 F-35呢？国防部长也强调讲，主要原因是考虑到战力会当赶紧来提升的问题。立法院23初审通过新式战机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国军甲美国采购66台 F-16V 战机有法源依据咯。不过有立委质疑，为怎样是买 F-16V 战机，不是 F-35？严德发讲，主要是考虑到爱需有战力。没有继续去争取 F-35这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快速形成战力。那 F-16V Block 拐动3年，它就可以接机了。那 F-35要10到15年。是第二个就是购机的成本35是比较高，第三个可以跟现役的 F-16接轨。
为着要保强空军的战力，三型主伫战机当中的 F-16、IDF 经过核战机拢进行升级。你为关心幻象2000未来变怎？到什么时候？到8年以后。是否是太除，还是要提升？我们国防部的准备是这个案子如何规划呢？现在跟法国达索公司已经在谈，就是后续幻象的性能提升的规划。现在目前还在评估，还在谈。所以你有要提升吗？没有说要太除。有风声讲幻象升级，法国方面乱口介绍，军方否认。敢若讲升级项目含金价拢搁咧讨论。除了空军，听讲着军嘛甲美国争取采购M109A6的主造炮，国防部也证实。陆军正在规划购买 M109A6 自走炮，那这部分是不是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它这个 A6 自走炮主要是合乎不对称的作战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希望，在新的年度能够炮兵地面部队的炮兵部队射程能够远一点，能够换装109A6。除了甲美国方面军购强化战力，国防自主嘛继续发展，各组新式高级教练机24会正式出奖，传出经过空军公开票选，会将名号做永英，被解读有可能是有政治意思。严德发讲，名称和空军的中央军方飞行战机有关系，并无政治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让消防队发挥着救灾救护专长，各县市抓胖抓抓就交予专业的去处理。这个政策也已经实行到第2年啊。不过在彰化县的消防局，委外抓胖的经费早就开了啊，落尾可能爱请消防队员来斗3工。有防守线请全套的装备，消防局委外业者准备抓胖，为着让消防员专心救灾救护工作，彰化县去年底开始抓胖抓抓的业务委外办理。不过今年刚到8月，抓胖的经费都已经用了，刷落来到年底这个浪胖，消防队员爱甲抓胖的工作搁接转来做。目前我们补缝的预算已经用完了。那在年底之前，这个过渡空窗期呢，我们会由我们的消防同仁来接手，继续为你服务。有关预算编列，明年我们会考量今年的整个执行情形，通盘再来做整体的一个预算合理的分配。彰化县去年抓胖抓走的勤务超过8000件，数量真多。抓胖抓走的业务委外了后，去年底到今年8月，抓胖案件超过1900件。年度542万的经费，也未到年底已经用了。抓走的案件有2000多件，好在在今麦还有剩的经费会当执行。那透过委外的一个方式执行呢，对我们同仁的工作的减轻。那更能够专注于救灾救护等为这个专业的工作。今年度委外抓胖的经费用了，进前线山乡有学生去虎头胖顶，都是由消防队出动来抓胖。目前全台湾各县市的抓胖抓抓业务，普遍也是消防农警协调分工的过渡时期，要让消防队回归救灾救护的本业，完全唔免搁抓胖抓抓，恐惊也搁有一段路要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森林的落水溪，只要寒天要来，沙石啊就会赢飞。不过，即马这个情形是提早1个多月发生咯。水利署也表示讲，因为气候加季节的变化，地区着落水溪底山坡啊，短5天就增加要300多公顷，沙石啊唔才会安尼赢飞。目前是由河川局赶紧伫咧处理啊。坐工作车来分林二轮段泥滩地勘察，因为最近落水溪水位降低，造成泥滩地伫短短时间以来就增加300公顷走出来的土地。地区住伫落水溪沿岸的民众受到风皮影响是海惨。拜托咱河川局甲咱司长会当甲阮创一个安全的设备，互阮即个农民会当安尼好好啊来安尼趁一下钱啊，足辛苦的。迄个消防注意无位。恁知影讲，伊都会浮起来，会打数，开始风势佫遮强，迄线来了就是2000度足歹嘛。这应该是迄个反应，应该是你得比我较清楚啊。第4河川局的人员表示，顶个月雨真济，落水溪水位较悬，不过进入9月了后，雨减少，水位降低甲真紧，高滩地增加。不过伫这个时阵，有含水分的软沙土啊，会影响机组人员入来作业。现主是已经紧急来做平铺式的防尘网来应变。出海口的部分啊，较早是讲有一个大沙丘，咱即马就布水线抽水，
来去营业，所以讲目前咱卖了的情形有法度获得控制，但是咱伫轮海这个所在，特别是西螺这个所在，这是咱未来各几个月，咱就知影讲，即摆东北气温开始起来，咱希望讲这个情形有法度控制起来。水利署表示，去年东北季风提早1个月，佮加上日头正炎，互河道内底走出来的面积增加，透北风造成烘焙营业，去影响到沿海居民。即马铺这个防尘网，佮来铺稻草，佮做杂水布花等等，而且佮居民有沟通的管道，加速烘焙营业防治措施，来保障居民的生活品质。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大安滨海露营区，最近利用彩色的火龟甲高价插柱来整做露营区，互民众食风漂所在，希望结合在地景观，互民众体验到台中海线水。囡仔兄、囡仔姐去5花10色大型的插贴啊，打造家己的城堡。伫咧边仔的家长也当无闲，伫咧露营区斗相共项目。这是台中大安滨海露营区上新打造的彩色插贴啊造型的露营场地。我觉得这边环境变得很漂亮，很适合露营，也适合亲子来游玩，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游戏点。除了大安滨海露营区以外，一路沿海线，阁有大安妈祖文化园区也特别起好啊。台中市政府希望串联海线的景点，和滨海休闲区域会使更加完整有吸引力。是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大安滨海露营区哈，希望能够串联我们这个妈祖文化园区，一直沿着这个滨海的这个自行车道，可以连接到高美湿地以及我们这个海洋生态馆，让我们这个整个海线的观光能够串联起来。大安滨海露营区有2公顷这大，总共26座露营的设施，有各种主题的货柜，希望民众会使来这佚佗，也沿路为海线一直送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人讲顺风好驶篷，有一大队法国来的篷船，或者是海洋牧羊者，目标就是要来宣导环保议题。对法国出发了后，日前也来到台湾，而且这只船上界特别的就是碳排放量真低，有影是真环保。海洋游牧者号是一只低碳双体篷船，3天前对法国出国开始环游世界。上特别的是，这只船唔但会当家己发电，生产菜色和蛋白质，佮会当将粪扫变做堆肥。伫咧航行的过程当中，会当伫海上供应家己的生活。我们在船上自己种菜。特别是绿叶，所以我们有一个水培的植物系统，就是完全不用土，就是用水，然后还有一些液体的肥料，所以我们在船上可以吃那个地瓜叶，还有韭菜塔。我们在船上养蟋蟀。蟋蟀就是昆虫，也会提供很多的蛋白质，这是算一个很环保的饮食。为着要有效达成低碳环保的目的，伫咧船顶，佮透过脚踏车的动力，完全无用电的方式制作原料，佮利用太阳能，互篷会当发芽。这个机器是一个用太阳能的烘干机，很健康，所以我放在下面。然后阳光从这里到，然后到这里，几个小时后，我的面包已经干燥了，一定可以吃。告诉更多人，这些东西都很便宜，很容易，大家都可以做。所以希望鼓励大家做，往自给自足，往环保的生活方式。其中，这只船顶阁有泄露水系统，将海水直接过滤变成会当啉的水。伫咧喷和排泄物方面，就透过渔网直接分解，彻底完成生态循环的工作。目前，海洋游牧者号会继续环游世界，希望提起大家减碳生活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公司台记台激头脑的节目，专家有智慧，受到大人囡仔的喜爱。在今仔日，台记台主播要做一队去比赛，到底是赢也是败？看完嘉禾报新闻8点刷落看，你就会知。要来比赛，紧张未？比报新闻更较紧张。公司台记台新闻部，加油加油加油！
大声喊加油！公司台语台主播专工半时间来录全家有智慧的节目，要斗阵来击塔卡拼奖金。我家都袂晓唱，我家都袂晓唱哦。好啊，林三姐来使唱吗？大条都会晓。拄着家己有把握的题目，主播队是真有信心。不过由莎莎担任队长，带领的台中台语文协会老师神拜也输人毋输阵，还搁伫咧节目中唱台语的囡仔歌，气势十足。长孙长了啊，黑白亮，细细亮。紧张又搁刺激的台语节目，全家有智慧，若学会着台语文，搁对着即阵的现代流行文化，到底台语台主播团队敢有法度顺利摕到奖金？请锁定今仔日暗时8点，公司台语台14台，全家有智慧。记者阿敏珍、尤怡珍台北报道。台湾实务银行联合会秘书长，也是红十字会台湾支会总干事陈介虎，将博买场以及着超市的概念用伫实务银行，和爱心的物资更加有效率。台湾实务银行联合会成立伫2016年12月30日，由全国48个非营利组织共同组成。其中，伫联合会有2间企业的加入，和物资对大牛变成新鲜的食材。伊来催阮讲，我逐工单调即个蔬菜、水果、面包，甚至鱼啊、肉等等的这种物件，伊嘛讲这就拍算的吼。我讲就简单啊，用我网络的方式。因为管出的是新鲜食材，受证者必须要有基本的设备，才会当确保食物安全。我们待会给它分一分啊，然后就是送到科普班去。然后那个菜啊，比较不好的哦，就丢掉。提供帮助以外，秘书长开始想要对减少浪费开始，因此伫各个社区设立爱心冰箱，和有需要的人拢会当来摕。咱以前拢是咧帮助，不过开始我感觉讲，实务银行应该爱进入的一步，就是讲卖浪费，就是分享的概念。社区冰箱是一种分享的概念，希望借由社区食物冰箱，关键加出来食物来减少浪费，嘛将剩落来物资分享到有需要的民众手中，嘛期待对社区冰箱找转来台湾的农村精神。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已经入秋啊，愈暗是愈清冷，咱也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情形。北部地区为22度到29度，中部地区为21度到32度，南部地区为23度到32度，东部地区为22度到29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3度到31度。新闻最后也感谢恁的收看，也拄则讲到专家有智慧，主播要做一堆，也要看就知影讲是谁赢是谁输，就请你继续看落去。我是嘉豪，马仔工作时间，咱再会。